你讲了好。一个司机摆摆，啊，拢无人的下晡，啊，大片空。包仔店的头家呢，穿粉红啊色的西装，吼，啊，伫咧店内底呢，啊，因为拢无人啊，啊，都无聊啊，就咧遐找网啊啦，讲好心啦，啊，雄雄哦，啊，有人来啊哦，啊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哦，啊，咱即摆来甲伊看去。好心好心。头家，哎，哎呦，这久无来交关，这，嘿，我要一绳包仔囝，一双包仔囝，嘿，一绳就好啊，吼。今仔日无足枵的啦，一绳就好啊。哦，你安尼过做无足枵的。嘿啊，无啊，平常时我拢食10绳无。本店为你精心制作。这大，哎呀，更美。你要了解，本店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就是照这人客需求。哦，对。哎，我无讲体价啦。哦，啊，大概是安怎？啊，你放心，嘛是算一算的介绍尔。哎呦，头家你熬做人啊！我后摆逐工拢来。哎呦，感恩啊！你逐工来哦。系啊，你会惊晓？你会惊？我逐工拢来，吼啊！你就即个规气啦。足大的吼，安怎？毋是，你若欢喜我就好啊。我是做人是安尼，哎，人客若食了欢喜，就是我这做头家上大的快乐啦。哎，安尼对，安尼对，搞做生意，声音声音，哎，食我爽快咧。啊，毋知还有人客来。头家，哎呦，少年兄，少年兄。头家，啊，以后煞不要扭起来啊，人客来啊，头家，哎，遐济吼，遐济啊，一双包仔囝，一身包囝，一双，随来，穿小小的得，遐使用。好。什么？头家，你即马是看我无气吼？啊，这双包仔囝内底敢若一粒，头家你来者。拍者，少年兄是什么代志呀？借问一下吼，哈，我这粒包仔囝，哈，敢若会当食一喙。哈。隔壁迄个人客迄粒包仔囝，应该当食一工哦。是安那大细汉差济？无啊，歹势啦，我这你误会啦，伊嘛是食一喙。我唔管，你处理一下，你若无处理，我等下就。好，是的，你莫甲我冰冻，莫甲冰，我这倒啊存两地呢，你莫冰，因公家，无安尼啦，加一升上哩，安尼唔就好。好无？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安尼无代志啦，吼。落较大，系我包我碰啦。少人你甲我找麻烦咧，你个袂用来甲我处理者。你若迄就无用，你逐工应用乱数啊。嘿，拜托，谁来啦？谢。什么人老多啊？对，啊，呛，对。我这个角头人家来遮笑着心，真正有影。自我介绍一个，行路有风，总管线。若讲到我落卡，我讲第二叫肖小好，别人讲伊叫肖第一咧。你若看到我的面书，你就知影我伫咧叫肖总管线，谁哪会遐尔大尾？目睭会酸。哎，对，你是不是过敏？什么过敏？你目睭。大面孔是什么代志啦？无用啊！就这个啊！看啥？好大力！看啥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？你是要怎啊？你毋捌看过我？你啥？你捌看过伊吗？唔捌啦，大的吗？毋捌。唔捌。总管山路卡，你捌看过无？什么？惊到你就是落下大的，无错。落下大的，我跟你也无冤无仇啊！你莫找我麻烦哦。找你的麻烦，这我这角头会使互你乌白担仔甲我变手唱手。安那什么这是个包啊那？
这是来包啊！是咧嫌啥货啊？哎，阮老师有教，咱若食咧袂当红配出来。你抢出去，你抢出去！哎，我处理了。是安怎？伊这包啊，干那一粒尔啦？为什么啦？哎，对，你吐掉较好讲话，你要先吐掉。这规矩你也讲者，哈，我处理一算一念来你也讲者。这是安尼啦。哎，这是我的规矩。这骨头的这，那包啊上拢一粒。一粒是食的饱的哦。你看迄边为什么遐大粒？啊，我就遮细粒。一粒尔食会饱。你讲我啥物话？你食会饱？那你啊，一粒。啊！你真是我那作恶去。来，最贵贵。不出来歹看。咱打食饱尔。你处理这代志较要紧啦，你医生会较大的，你嘛讲者。我讲啊，是安尼遐大粒？你等我个头。这是安尼，我这骨头已经有规定。哦，那你也参加会员？哎，骨头来参加会员呢？你也来10摆，你就会当像安尼。哦，我是个大粒的人啊吃。伊有参加会员，伊消费10届，过来就变大粒的。对，唔个拜托嘅，啊，我老麻呢。你老，我参加哎，你老麻，你老麻，我老麻，你怎么面前讲你老麻？我老麻。你输啦！我无咧参加。现在，躯较低，袂使比我较悬。阿妈讲的绝对是安尼。我老麻呢。你老麻，嘿，都会国师的。我伊就南港的。南港啊，我认出来，南港刘德华的啦。你别找你足久的啊你。无啦，我老麻，我无咧办什么会员的啦。你想一个办法啦，今仔日吼，你无处理好，我无要走啦。真简单。好，你讲这。间店你看，你若看有一只王，因为我爱做王，你若迄只王摸会着，我今仔甲你回信的，啊你就赢啊。都较大的。嗯，你讲会到做会到哦。当然啦出来佚佗，我是尊重你的哦。当然我若摸会着，嘿，你就甲我回去咧。当然，啊，你还陪我包啊？ 10生都陪你。和你讲。哎呦，我要去摸啊哦。大金金呢？啊，你讲好，金金呢？我大咩啦？夭寿，看你管你摸会着，我来摸看嘛。大，可以看你。对，哎，我输啊！大手机哦。输啊！歹势，刘德华是的，咱这包这层，敢若这层尔晓？我敲出来，这招绝对无啊！敢若这层尔，啊，随便来搞回是的，无这样时代。因为卡瓜拢叫你食了。无紧啊，这我无食了，这嘛送你啦。好，来，这拢送你，嘿，我饱啦。安尼啦哦，这陪你。都安尼啊啦哦。好好啦哎，安尼这件代志，甲遮煞，吼，行，来走。来，来走。平康，这一定要安尼处理。啊，处理好啦，对，处理好啦是。没到安尼母者，加一层出来，单着，连大粒的嘛变安尼。大个你真巧呢，食宵夜，食宵夜。那感觉安尼怪怪。两个什么叫做梦一字？较讲我嘛想知迄文啊，这套好的啦。这是毋是死囡仔？有影是哦，专门安尼骗食骗啉，欺负我这老人，真正是骗我菜龟。到第二句俗语，吃了。我输啊！对，你输啊！哎，来，马上。输啊，把我摕出来陪。这条嘛好你啦。那迄有你的喙嘛？来，是的，大面康这爱陪啦。安尼这件代志甲遮准拄好。你真公平，我给你处理啊！行，来走。哎，处理好势，无问题啦。你拢假当的，恁这路嘛根本就是套好的啊！用这个骗食骗啉的方式来怪我这老人，你这根本就是小刚啊飞机。好，演煞拍就拍。我这两句俗语，
就是讲恁这的人联合起来，安尼串通这个步数。认为这个情形叫做平湖菜龟请举手。我就歹算呢。这是警菜啊，这是点菜啊是？无人举手，无人举手。菜龟，恁两位查某囡仔举手。嘿，菜龟无啦，我是感觉平湖菜龟较好食。你看我食，你看我食的口味是平湖菜龟啦，哦。平湖菜龟其实是杂念啦，哈？伊迄个杂念，伊平湖菜龟。这我替老师先解说啦。好，恁这边选的叫做小梗飞机，对不对？小飞机，从恁要别行通去选啊？来拆散呐。请问大爱，是为何会选这句？因为小梗是安尼，人啊细细啊吼，啊梗起来哦，敢若飞机啊。菜头大，你有够有创意的。无是，会使往北东干的，都是啊，我们啦。东啊，干嘛真诶？你符合恁大的讲法吗？我是感觉吼，咱人若细细吼，啊，更起来，规个人会敢若飞机。你就赶快甲伊讲，赶快让我查。阮大爱咧讲，我讲起来，我甲你讲代志是安尼，人哦细只吼，更起来吼，敢若飞机耶，对嘛？啊无你问伊，我嘛是甲我所以今仔日吼，恁拢要无这啥物件？答案正确无正，我嘛毋知。来，老师请。平湖菜龟甲咱台湾本土的菜龟无共款，咱这个菜龟规条直直安尼吼。啊，毋过平湖菜龟拢有迄一粒一粒，啊，总共有10粒，就头碰哥讲的，因为都有10粒，所以甲刻做讲平湖菜龟顶头有10粒，啊，10粒咱就讲10粒大家出万倍新妇，10粒就讲爱足爱讲念东念西啦，哦，所以有时嘛人本身起来讲吼，苦瓜吼粗粗尿尿，啊，下皮你也念。啊，不过吼，金金骨骨无下皮你也念，其实这是家己做唔对啦，佮就是伊嘛要甲念出来安尼啦。哦，这是讲就是讲足够的，足爱讲念。另外吼，小港飞机吼，不能是老表，因为伊无血管，伊算冷血动物迄种的吼，所以就是讲足侪乌道的像这大啊这安尼吼，欺负善良百姓，骗食骗啉安尼吼，所以小港飞机就讲这人拢是啊，无血无目屎。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，你菜头大无血无目屎啦，安尼啦。拄啊，这个情形就是小港飞机这个行为啦，无血无目屎。台湾俗语实在有影深，厉害，加捌一句啊嘛吼，来拍破过来者。